希望大家可以賞面點讚，未訂閱嘅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係完全免費㗎，多謝。通常去普通嘅超市係好難買到 Claudia Cream 呢樣東東，但其實自己整係好簡單，不過需要時間去做。今次我會連埋果醬一齊整。心水清嘅各位可能已經估到我下次要整咩食譜，敬請密切留意下一集。雞精版當然一定係雞精中嘅雞精，各位兄弟姊妹跟貼啲，會講得好快。準備嘅容器其實好隨意，玻璃樽又得，膠盒都可以。不過今次事前我將容器煲一下，因為我儲存嘅時間唔會好耐，屋企好多為食精。如果你想將呢兩樣東東放雪櫃一段時間，你可以將可以受熱嘅容器連埋個蓋，先用水喉水浸住。水一定要浸過樽口，然後先好開火，直至水滾，就可以轉細火煮佢10分鐘。一定要注意水嘅溫度，係由常溫水慢慢煮。如果唔係溫差太大會爆玻璃，用個夾將佢夾出嚟，擎乾水就得啦。其實可以用任何生果做果醬，有創意嘅包括有西瓜、菠蘿諸如此類。今次本來想用士多啤梨，但買唔到靚嘅，所以就揀咗車厘子，將水果洗乾淨去核，放入攪拌機打碎，用個牛奶煲，加入打成溶嘅水果、檸檬汁、糖，煲滾之後閂細火，繼續煲。期間將煲裡面嘅泡泡不走。煲到可以喺孤寒刮度畫到一條線，熄火。超級簡單，係咪？跟住呢個仲簡單，將忌廉放入個煲度，開大火，煲滾之後，閂細火，繼續煲，直到忌廉蒸發一半，大概需要時間15分鐘。你會見到煲咗15分鐘之後嘅稀結度，放入容器等佢稍為冷卻，就可以放雪櫃12個鐘頭，或者放過夜。冷卻12個鐘之後，明顯狀態好似膏狀，完成。